讲民众党的网络频道民众之声，这网友所寄付的金额将近300万，疑似拢进入到木壳公关公司。木壳这间公司是郭文泰的亲信李文忠的小妹李文冠成立的。民众党的副秘书长柯虎最近互检调来约谈，讲网友寄付的钱拢放伫个木壳公司外币的口座，会甲木壳公司讨回来。啊，讲当初会安尼处理是李文忠建议的。今天是哪里又被收了吗？检调扩大侦办经发生案件27，民众党副秘书长柯虎雄雄出现伫廉政署，看到真入媒体伫问，伊会手讲只是来协助，因为即马风声讲早伫20日时就和调查局以证人的身份约谈，其中被问到这项。这个比账户，我们绝对比国民两党干净多了。身为民众党 YouTube 频道民众之声关键推手之一，柯虎以证人的身份被约谈，因为检调追查以后发现讲，支持者这小草的这个100万的赞助。这个钱，敢若是拢入去木壳公司，尤其是民众之声伫去年才开始有超级留言的功能，必须通知 YouTube 后台设定银行外币口座。依照周刊的报道，风声讲柯虎本来希望将频道的赞助设定为众望基金会口座，因为当时竞总的财务长李文忠讲直接用木壳的口座就好。代志发生后，过去查看发现民众之声的赞助功能已经关起来，累计金额真可观，将近300万，拢总流入去木壳。请我去作证要干嘛？好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，因为这个真的就是配合很简单的讯问，大概时间也不长。民众之声的斗内，它是政治收入，也印证了一件事情。我相信他们也掌握的资料就是没有1分钱被挪用，而且这个最后的目的就是用在民众党身上。没有啦，去瞅来路不明、莫名其妙的消息，真的无从评论。柯虎讲，甲调查局讲，民众党拢有清楚金流款项的记录，后续会甲木壳规避讨回来。当初支持者对民众之声的赞助，敢若入去木壳的口座，即马检调的介入，要一笔啊一笔找清楚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